后来，这个顶个月，中华豪美才因为抗震基地台的架势去互断线，结果即摆家己的水上乡嘛因为地主要阁继续租人啊，电信业者只好请外包商来关信号，准备要来拆这个基地台，有3间的电线去互断线，啊，另外阁找新地点嘛去互乡民来抗议。 即卖重点是，这个信号去互断掉去，在地乡民这瞬间回到原始的生活，手机啊拢袂当用，大概是有够抓狂。出来抗议，说绝对不能做。机关村长、乡民代表拢站出来，阻止电信基地台设立，当地村民嘛反对。附近的居民呢，长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哈，所以在协调跟抗争之下那地主也同意要这个终止契约。嘉义县的水上基地台拆伫遐已经20多年啊，地主即马不爱租人啊，电信业者嘛已经找到新的地点，就伫附近的宽树村。大概距离住宅区只有18公尺。基地台离人大的所在愈近，村民气甲要害，挂布条、插白旗来抗议。只是讲因为原本的地主伊无要继续租，电信业者请外包商把信号关起来，准备要拆，但是断线了后，我里面讯号就完全不通，客人打进来就2个人一直在那边喂而已啊。手机的信号有够差，敢若会当靠 WiFi， 无就是用家用电话，但是没有家用电话的人就很麻烦哦，你完全找不到。又怕辐射线啊，又怕身体不好啊。 又要用手机啊！无爱断线，但是要搁顾健康，真正是两难啊！即马只好就是找新的地点，大家拢会当接受，看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无。